3月20號，今日我哋嘅目的地係貴船神社。一早起身，我哋去搭瑞山線嘅火車。瑞山線火車其實得2卡嘅啫，個站好細，初時以為一個好大嘅火車站，有啲意外，得2卡火車，好彩遊客唔多，如果唔係就會好擠迫㗎喇。每半個鐘頭20分鐘，一班火車上貴船口。我哋由京都搭京阪電車，跟住再轉瑞山線嘅火車去貴船神社，全程大概1個鐘頭。瑞山線嘅火車係經過好多嘅民居，係喺京都北邊。火車出發啦！到達貴船口，從貴船口可以搭巴士直達貴船神社，只不過需要200日圓，但係晨早天氣好好，我哋步行上貴船神社，藉此亦都可以做下運動啊！嚟咗京都2日都冇乜做過運動，今朝最好就係行下山啦。琴晚天氣好凍，應該係落過一場雪。沿途見到兩邊地下啲雪都未曾完全融化。我哋從貴船口步行上貴船神社，大概需要30分鐘。雖然嚟過京都好多次，但係都未有機會去拜訪貴船神社，呢次都係第一次嚟呢一個地方，有新鮮嘅感覺。沿途見唔到好多遊人，小貓3兩隻，可能係早嘅關係呢，又或者櫻花季節未到。大家見到路上面仲有部分未融化嘅積雪，倘若我哋早嚟一天，可能要冒住大風大雪行上山。到達中途梅宮橋，一座好有日式建築嘅，我叫佢做建築物啦，唔知係旅館啦，還是係餐廳。睇個樣應該係似旅館咯。門前寫住天山貴船水源之深，沿途見到有流水一路流落去，都非常有特色。
欣賞一下貴船口至到貴船神社嘅景色啦。差唔多到達嘅時候，見到一個停車場，3000 yen，可能係我哋見到收費最貴嘅停車場咯。呢度有一條小徑去鞍馬寺，貴船神社就喺我哋面前100米嘅地方。我哋繼續行上貴船神社，路有啲窄，所以大家要小心汽車嘅上落。差唔多到達我哋嘅目的地貴船神社啦，喺我哋嘅左手邊，兩旁亦都有好多旅館。呢度就係好多旅遊人士打卡嘅地方。其實可以嘅話，有雪景嘅貴船神社比較靚。神社門口唔係好大，一路行石階上去，大概100米，唔係好高，但係行起上嚟都幾索氣嘅。兩旁紅色嘅燈柱，亦都係貴船神社獨有嘅特別嘅地方。今日都行咗好多路，好索氣，停下嚟食個晏。呢度就係我哋今日午餐嘅地方。午餐過後，我哋繼續搭多一個站嘅火車，上去一個叫做鞍馬。鞍馬係瑞山火車嘅尾站，唔係好多人上去鞍馬，好多人都係搭回頭返去京都。我哋一路上鞍馬，你見到遊人都唔係太多，小貓3、2個。就見到1、2棵櫻花樹。鞍馬站門口一個像，佢哋話叫做鞍馬偏狗，個鼻好似《木偶奇遇記》嘅片屋橋咁長。呢度就係鞍馬站，唔好搞錯，唔係馬鞍，唔係我哋嘅馬鞍山，呢度叫做鞍馬山。行出嚟就係鞍馬呢一個小市鎮。過咗呢個小村落，轉個彎，喺我哋轉彎嘅左手邊，一路行上去就係我哋喺鞍馬嘅目的地鞍馬寺啦。我哋一路行上去鞍馬寺，
參觀咗大概30分鐘。呢度比起貴船神社仲遊客更加疏落。可能又唔係櫻花季節，亦都唔係紅葉季節，比較淡靜。對我嚟講，行山少啲人，就比較舒服啲。沿住石級一路行上鞍馬寺，都見唔到有其他遊人。呢一條石階亦都好似下邊貴船神社一樣，兩邊有紅色嘅燈柱。一路行上去大概有50米。行到索氣，但係一路都要繼續。行到上去，原來仲有一程嘅上山纜車可以乘搭，費用只係200日圓。一路上去鞍馬山，山中有山，寺上面亦都亦有寺。望返落嚟嘅風景，今日天氣唔錯，所以望返落嚟亦都望到鞍馬山一邊嘅景色。落咗車之後，一路步行，繼續上。繼續，我哋行上去鞍馬山上邊嘅鞍馬神社，清楚見到兩旁都仲係有積雪。從神社上到嚟都要花2小時，一來一回，足以差唔多成日嘅旅程啦。呢度係鞍馬山，今日真係夠運動啊！一路行，一路行，好在都唔覺得攰，都有新鮮嘅感覺。始終地方係第一次到訪。加上地面亦都非常之好行，寬闊嘅步行徑，
亦都係依山而建，好安全，好有心思。但係要注意，回程落返去嘅纜車4點半好似係尾班㗎喇，佢哋都唔會開得太過晏。嚟到呢度，我哋仲有一程好長嘅樓梯，需要上一上。究竟上面係乜嘢呢？高處不勝寒啦，我哋唔放過所有嘅機會，一路上，只要體力支撐得到，我哋就會繼續步行上去，發現好嘅景色，將佢影低，留一個紀念嘅。長長嘅樓梯嚟到一半，發現一個亭，個名好有特色，叫做洗心亭。洗滌乾淨心靈嘅亭。四周非常寧靜，仲有2條長嘅樓梯，我哋要行上去。唔小心，冇事，機會跌倒，跣一跣，上到嚟原來仲有得上，於是唔好啦，跌到好攰啦。唔想再跌，我哋都係唯有返落去，趕返下一班車，返落去貴船口。返到落去京都，偶然見到有2棵盛開嘅櫻花樹。聽日再有我哋新嘅旅程，聽日再見，拜拜。